天又袂讲，才一仔的人，就脚死咧行。青菜又搁带落水，鱼仔也有海风味。阿姨仔搭伫塔那边算钱，算甲目睭微。伫拉倒仔起落声，一下干一道轻。亲像这世间的人，有人好命，有人耳痛。卖花阿姊仔。手也有香味，不过伊的腰骨早就酸甲弯去。有的人讲一世人要予菜市仔天光来天暗去，不是为着要出名，只是要予一个大小有饭通吃，有路通行。是遐个人，目送电视，不过伊问要看用饲这片土地，一句吃饱袂，比啥物拢搁较贵。这么多年的台湾，其实是靠这款人在撑起。菜市仔的人无讲啥大道理，伊一个讲伊毋着开始打拼，像迄条永远袂停的溪水，慢慢啊流。慢慢流啊！少年人用手机讲阿嬷买的菜直播，老派的人又愿爱亲身来捡100葱。台北的人行神经，台南的人话真多，不过菜市仔内底。拢听会着人情味，有的摊下手啊去变做便利商店，有的留下啥的味，今暝无搁看着啊，时代伫咧不过迄些来哦，今仔日相亲，有缘亲像细汉迄时同款。是先看伊外观的楼，是爱看迄个所在的人安怎过日子。菜市仔就是一个地方的生命，菜市仔的人下底拢是水地，一步一步踏过风铁的甲司机，并无啥物平庸气力，不过伊毋像是我落去的。一碗汤，一顿饭，一声慢听，这就是咱这块土地上咱的气力。明仔载天袂光。